中市第2分局侦查队一个警察伫咧网络看文章，讲要甲市长罗秀燕开枪，检方已经甲具体到案。2年前，新北的高中生攻击同学害人死亡的案件，今仔日2审改判12年甲11年，被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外国媒体报道，中国部表示，2027年就要有成功攻台能力。报又指出，迄时罗西亚会趁机会伫咧欧洲惹代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3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这台中市的第2分局侦查队一个警察，曾竟然是伫咧网络看文章，讲要甲市长罗秀燕开枪。台中的警方是赶紧检方来侦办，检方今仔日是已经甲具体到案。网络社群出现这款的图文，台中市长罗秀燕的扛棒并曝光破坏，也写要对市长不利。警方调查发现，大部分的人是台中市2分局侦查队一名姓黄的侦查组，互分局认定情节重大，主动报请检方指挥侦办，也强化市长的维安。对于涉及人身安全之相关言论，已由刑事单位依法迅速侦处在案，另针对后续各项出席活动，均由保防单位加强相关情资掌握。认定黄姓被告涉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及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重大。检方第3将伊具体到案，信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警方表示，这名侦查组做警察3年，正经伫派出所任职，有几摆为民服务加组织记录。可上侦查组大约半年时间，也毋过陆续出现言行各样的状况。12月，除了向转介资上就医，警方也调整伊的工作内容。侦查队其实以我们警界来说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压力很大的地方。反正这个东西的承办人就是警局内部的人，那警局内部的人自然大家就不会相信，就觉得会被做记号怎么样的。他就是今天我如果去委外心理咨商，如果今天警局认为我有问题，要用这个理由把我调地怎么办？我的家庭会不会受到影响？会有这层的顾虑。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表示，虽然警方有提供警员心理咨商，也毋过多数警员也是毋敢使用，加上轻无当，若拄到重大事件也是活动，真歹休假调息身心，叫做恶性循环。心情科医师建议，爱调整家己心态。没有压力是一个压力，太大压力是个压力，所以要找寻你每一个人能够承受压力的范围去做一些规划。医师表示，除了爱重视压力来源，也爱学习甲压力共处，搁适当转移注意力来调整。毋过，若影响生活还是人际关系，都爱寻求咨商还是药物来治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因为台北的攻击事件，全台湾加强维安。不过早暗煞是有人伫这高雄坐稳巨蛋站，还佫有高铁左营站的紧急通报铃，讲是有炸弹。警方是伫咧3点钟内就随掠到这个足吉的20岁少年家，法院嘛已经裁定羁押。另外，这高雄的警方今下晡是演练下年暗回甲坐稳的维安，加强戒备。22暗时9点外，今年20岁姓李的查甫人伫咧高雄捷运巨蛋站的月台行来行去，假做无记报机，用手去刺壁顶的紧急通报铃，甲站员讲有炸弹客，然后就上车来到高铁左营站，同款佫刺紧急通报创治人。高一查证了后，发现是有人作业，随报警处理，由桥仔头地检署指挥，警方透明办案，3点钟内就伫台南抓到嫌犯。警方表示，嫌犯敢若讲无法度控制家己，犯案的动机需要佫厘清。全依刑法妨害公众危安罪移送侦办，并依大众检举法第50条第1项第2款，处1万至100万罚款。复讯后，认被告涉犯恐吓公众及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重大，有逃亡、反复实施等羁押原因，向法院申请羁押。嫌犯用作业的方式来危害公共安全，这款行为真正不可取。因为台北捷运的攻击事件，佮加上年底各种大型活动相续举办，为了要保护民众的安全，也和活动顺利进行，高雄市警局23下晡特别行动员94名员警来做演练，包括看年暗过紧急状况，也佮有捷运站的随机攻击。局长林炎den表示，今年有特别派13名特勤员警专门来处理紧急状况。到时毋那地面有1200几个警力甲边防人员，空中嘛有无人机的即时监控。另外，我们还有无人机的收证，
加上我们到时候会用360度广角椭圆形的来做收证，我们让收证到紧密的工作。局长强调，公共安全的问题未使放定，透过装备的提升加建警率的增加，在确保安全的同时，也毋望会当互民众放心。记者郭家祖、高永昌报道。2年前，2023年底，新北市一个姓郭国中生，讲是为着甲姓林的同学斗偷一口气，用野刀啊攻击同一间学校的另外一个学生，造成人死亡。这一审是判这2个学生，分别是9年甲8年。今仔日2审改判12年甲11年，也会当上诉。不过，这被害者的家属是无法度接受这款判决，认为讲判了伤过轻，袂讲咱台湾的司法已经死啊。台湾司法已死，少司法把我打的真的是，我真的是遍体鳞伤了。我预期就是30年啦，结果就是只判12年、11年啦。唔甘囡仔伫学校互掠刀攻击身亡，失去亲人的疼，真歹抚平。发生伫去年某国中挂案军仔案，2审宣判行凶的姓郭少年甲西人的姓林少女，为1审分别判刑9年甲8年，即马加重改判12年甲11年，也毋过甲被害学生家属的有期遗忘落差，受其批评判受轻。他们进去法庭都还是大摇大摆的走进来耶。根本没有跟我道歉过，那是法官引导他们来跟我道歉，他们才道歉。2审的量刑判断是5点法院合计点考量，被告2个人触犯法律的行为情形，甲徛伫促进涉案少年少女的健全自我成长，甲中反社会爱考量的事由等原因所做出的判决。也毋过被害家属批评凶手拢无后悔，也质疑少年事件处理法无保护被害人，颠倒对加害人真宽容。把人囡仔死袂了啊，对吧？法官他们说不行批评，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修复式司法是要修复我们什么？我们孩子命都没有了。那对于刑事判决不案，被害家属也讲，伫民事部分目前判赔938万，也毋过对方讲无财产，只摕到一张借款凭证。即卖互因更较烦恼的是自身安全，因为民事庭无抓住因的徛假地址等资讯，已经互加害人清楚掌握。12年1/3， 4年提假释出来还不到18岁。继续杀人，我可能是第一个被杀的啦。我坦白讲，因为我一直要求他加重嘛。案发计划2年，为2审宣判，专案会当上诉。这件杀人案伫学校发生，家属也向新北教育局提出国赔请求追究责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唔负书在违法，拿被立委发动弹劾，今仔日早起是去监察院，要求监察院队赶紧提出弹劾。除了行政院长，拿贝嘛提案要弹劾总统赖清德，因为有人数优势，拿贝是已经排这礼拜5要表决。捍卫法治护台湾。行政院杜英泰无负书在违法，那被立委进前已经伫市议会通过临时提案，而且监察院弹劾杜英泰，再结果直接到监察院要求赶紧提出弹劾。弹劾订正案的内容嘛公开，讲杜英泰行为已经构成重大违法失职，严重破坏依法行政甲权力分立原则，影响宪政机关正常运作，请求监察院立案调查。没有依法行政的政府就是一个违法的政府，就是我们今天要弹劾他的原因。民进党团绝对支持卓院长不复议的行动，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认同他们的作为。根据宪法征收条文，但是行政院长必须由监察院提出，经监委2个人以上提议，佮经提案委员以外的监委9个人以上审查甲决定成立了后，甲弹劾案连证据以上电解法院审理。院长怎么看蓝白今天要正式对你提出弹劾？经发会是行政院最重要的一个经济政策的平台，今天一整天这件事情才是对国家最有帮助、真正该办的事情。同款引起在野批评的，还有进前宪法法庭判决宪诉法受法违宪，包括蔡总统等3个大法官无出席评议，各讲宪法法庭的组成不合法。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质疑，府院捌请党政高层甲蔡总统沟通，已经涉犯不法关税罪，会去北检告发。在野嘛联合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立法院听书院会23开会，调野原来有真重的火药味。
今仔杯人数优势，会摆按列入拜五的议会议程。吴国昌嘛进一步表示，未来会伫各县市举办说明会，一定每年5月20投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明年底就要选县市长、议员甲地方的民意代表，不过目前这中选会煞是简单剩4位委员。这阵行政院就提名7个委员的人选，罕见冇在野推荐的人。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讲这是行政院咧展示善意，不过嘛有一寡这被提名人本身的政治色彩，有关受到质疑。竞争的年9合1选举，但是中选会目前敢若剩4个委员，无法度召开会议决议，互调也是真烦恼。惊讲会去影响到选务的工作。对这行政院公布提名名单，而且真罕见纳入在野推荐的人选。这摆7个人选是包括台湾民意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游英良来出任主任委员，中国大学法律系教授吴朴宪来担任副主委，含律师黄文玲、政通观堂市长陈宗义，再加上国民党推荐的李礼忠、苏家宏，民众党的部分是推荐苏祖桥。游英良和吴朴宪互知影点名讲政治色彩是较偏绿，但是游英良伫大罢免的时阵是去抢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嘛要受民众党的邀请做民调议题演讲。游英良23日面采发文回应讲，接受提名是艰苦代，不管学历还是批评，接受上严格的考验。游英良，我觉得以我个人我个人是这个当然要看最后审查的结果，我个人是倾向可以接受。副主委他的过去的色彩非常浓厚，那我们希望中选会的主委、副主委委员们都是尽量的独立、中性。针对名单纳入在野的人选，罗斯堡认为讲行政有放出善意，不过吴国昌表示讲坚定游英良加讲真话的态度，但是心早未有私人的争议，会对所有的提名人发出问卷，内容包括敢有支持公投北大选，敢有支持国内移转投票。我有预想到您刚刚那些问题，应该是会被讨论的，会被问到的。公投榜大选，然后不在籍投票都在预期当中。做其中一个红提名的苏祖桥表示讲，假使若入去到立法院审查的阶段，伊会做准备，清楚向调野来表达伊对选务工作和公投相关议题的看法。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琉球高中在2021年的时阵是有代理老师死亡、过劳死亡。不过监察院是认为讲，这个校长苏团结无保护老师，而且佫牵涉甲这出庭作证的老师，也佫有家属来施压、是霸凌，无适合佫做校长。所以讲监察院是要救治这个校长。也那校长是表示讲，伊会配合管会调查，认定讲伊霸凌之前，伊会提出申诉。进前屏东小琉球的琉球国中音乐科的代理老师，伫2021年因为长期加班，工作内容相重，经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决，认定操劳过度致死。检察院伫2日发布救济，认为校长苏团结无对老师做好保护责任，佮互人指控，对出庭作证的老师和死者家属施加压力，落尾构成这场霸凌。配合县府后续的一个处理啊，那我想讲的就是。事实胜雄辩，然后霸凌案的部分，我也有委请律师提出申诉，然后我也会捍卫自己的名声。检察院调查发现，苏团结唔但要求老师逐工爱比头班船更较早到学校，一礼拜上无爱带校2天，相关要求拢引起老师的不满。另外，公文佫讲，苏团结伫检察院调查期间泄露案件内容，甚至表示证人讲白贼。检察院认定相关争议已经长期损害师生权益，情形重大，伊明显无适任佫做校长，会甲专案移送屏东县政府依法处理。将依校长不适任事实调查处理办法来做办理，那后续会再召开校长事件审议会，那依审议的这个决议，那后续处理相关的行政处分。县府教育处表示，会按照规定成立调查小组，召开校长事件审议会，佮看调查结果做处分，正式启动无适任校长程序。琉球国中校长苏团结讲，目前校务拢正常，会配合县府调查，嘛会请律师针对霸凌提出申诉。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高雄小港一栋4层楼馆的透天厝昨暗大火，迄当阵这内底是干那厝主的后生，已经送病院也咧观察。不过因的厝边是讲，这昨暗有听到因母仔囝咧冤家，过无偌久这厝就着火啊！而且进前这个后生就要放条讲，伊是要放火烧厝，敢真正是人为的，爱个调查。要破门了。
高雄小港这栋4楼高的透天厝，暗时10点半，熊熊有阵阵的乌烟冲出来。消防队到场赶紧提工具，把铁门刮开入去拍火。无偌久，就对2楼救出一个查甫人。消防队表示，厝内底干那一个人是厝主的后生，姓张，今年52岁。送医急救了后，人也搁伫咧病院观察。可能他们家人之间有一点纠纷，那后续会交给我们火灾调查人员继续做后续的火灾鉴定。儿子跟妈妈不愉快，然后也跟隔壁的屋主不愉快，然后有扬言说要烧房子，然后妈妈就去派出所报案。警方表示，受伤的是厝主的大汉后生，因为长期无食头路，缺点厝，两母仔囝定拄为着钱冤家。今年员警已经到场关心谅解，昨8点外，国员甲叫警察。厝主9点去派出所申请保护令，10点外厝就火烧啊。附近的店家也证实，昨确实搁为着钱在冤家。之前都是给1万1啊，然后他现在好像是要求给他1万4这样子。哦。那警察说，因为是民事纠纷，他们就不介入。无啦，阮也不保险嘛，因为阮做工作做生意的，阮也当然嘛，都定拢关落来。厝主甲1楼细人开洗衫店，头家看到规间店烧了了，干来会当吐大开。因为有民众讲，厝主的后生把放掉，讲要放火，到底这场火灾是毋是有牵涉到人为的因素？消防局表示，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会定鉴定。记者柯家朱超阳高雄场报道。海巡署新竹查缉队甲新北市的警方合作，伫咧新北市的一间工厂查到电子烟弹3万多粒，而且另外还有1600公斤的半成品。这挂半成品若是掺伊托米脂，是大约会当做出62万多粒的毒品丧尸烟弹，加在是会互动落来。警强势破门冲入去抓人，伫内底看到桌仔顶放满电子烟的机器，当场抓到10个嫌犯，而且搁伫现场查到大量的电子烟成品甲半成品。搜出以大陆清洁剂伪装之电子烟油半成品约1600公斤，电子烟弹成品34380克，制造分装机具18台及犯检共10人。全案依违反烟害防治法，函送新北市卫生局裁处。全小组指出，电子烟的半成品，若是加入伊托米脂的毒品，就会变做丧尸烟弹。以现场的数量来看，若是流入市面，会当制成62万5000粒的毒品，严重危害到社会治安。专案小组研判，烟油半成品若混入伊托米脂，约可制成62万5000颗烟弹，供数十万人吸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人身安全。现场搁查到18台机具，相关单位也针对这制毒集团的嫌犯，依照违反危害防治法第15条规定，罚款1000万。海巡呼吁民众，若是发现海上岸边有不法活动的违法事件，会当卡118通报专线，同齐反毒，避免毒品危害社会。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2日是正式宣布讲，要做一架排水量3万多吨的大型舰舰，配备先进的武器。Trump 是讲做这架船的除了军事目的，另外一个重点是要让美国本土的造船业，也有钢铁产业，搁再兴起来。排水量6万吨的密苏里河，用比现代科技水准的大炮较低。对抗外星人入侵的大军拯救地球人类，当然这只会当存在伫虚幻的电影内。也毋过现实中的美国海军当准备伫总统川普的指引之下，建造新一代的超级舰舰。Battleships, these are bigger, but they will have 100 times they'll be 100 times the force, the power. These cutting-edge vessels will be some of the most lethal surface warfare ships. They will be actually the most ever built other than our submarines. 美國海軍現役嘅水面艦艦，上大愛算排水量9000多噸嘅新頓驅逐艦，艦頂除了有5英寸嘅大炮，主要武裝來自90至96個隨地發射器，會當全球配備防空飛彈、反艦火箭、艦堡巡遊飛彈等。計劃中嘅超級艦艦排水量預計超過35000噸，加新頓艦同款嘅隨地發射器，達到128個，會當搭配現有嘅個型飛彈。另外，也有12個特別嘅發射器 CPS， 用來配備射程涵蓋全球，配備小大頭嘅高音速隨翼飛彈。大炮包括已經研發真儕年電子軌道大炮，大頭威力相當4.8公斤嘅實時軍用炸藥。
川普政府另外一个如意算盘是，就中金本土的制造业甲钢铁业，和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会当重新加压起来。 They'll help maintain American military supremacy, revive the American shipbuilding industry, and inspire fear in America's enemies all over the world. 自从二次大战后期以来，以航空母舰为核心，搭配其他战舰维持海战空军优势做法，已经是美军做真侪年的惯例。21世纪初期登场，排水量15000挂吨的主瓦特级驱逐舰，原本航5万真悬，也毋过因为预算甲进度问题，被迫取消。所以当美军内部出现打造超级战舰的争论，反对人都认为这是浪费资源，对提升海军战略无帮助。公司新闻请家真朋友。 根据外国媒体路透社报出来，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草案，讲中国目标是伫咧2027年，就要有成功攻台能力。北约秘书长阁指出讲，若是中国来拍台湾，罗西亚是真有可能会趁机会伫咧欧洲遮代志。不过，某学者是分析讲，目前强军的规模是也无在调甲台湾拍落来。另外，中央嘛提出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今仔日阁再互拿被动落来。 台海的情势真紧张，外国媒体路透社标出美国国防部报告的草案，表示中国要在2027年完备武力犯台，摕到胜利的能力，嘛持续军事扩张。到2030年，可能有超过1000粒的核弹头，严重威胁印太区域。北约秘书长雷特警告讲，中国若是武力犯台，罗西亚恐惊会趁机会伫欧洲内乱。另外，学者嘛观察到中国想要伫2027年，甲台湾攻落来，第一个目标就是阻止美军来介入台海。 那这3项关键的能力：战略投送能力、指导现代化联合作战的能力，还有后勤跟动员的效率。其实我认为，在2027年之前，共军都应该还没办法具备。学者分析，中国要武力犯台，第一波至少要投送6万的兵力来领导，但是中国军队投下的兵力、后勤支援的规模也无到这个目标，这嘛，让国军有建军备战的时间。总统赖清德23主持全社会防卫润省委员会，强调台湾要全力发展国防产业，向世界来表达台湾维持现状的决心。中国对台湾、对印太区域的威胁持续加剧，企图把民主台湾变成中国台湾。 这是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更是对全球民主自由阵营的公然挑衅。罗总统嘛强调，讲要和国际友邦国家积极交流，和台湾伫全球民主防卫网络做一个袂当无的角色。不过，中央提出的1.25兆国防特别预算，23是第4摆和纳贝联手主动，无法度呼吁来审查。呼吁啊，白蓝两党，你在北是个要那是个呀，回到制度，回到理性。 让立法院真正成为守护国家、爱台湾，不是瘫痪制度的地方。提出1.25兆的军购，不敢来立法院报告并接受质询。我想请问国人啊，是谁在卡军购啊？就是赖清德自己在卡。 地下业牌啊来抗议，批评国民党讲要加强国防，虽然讨论拢无要讨论，罗志强反击批评赖总统违背选举的承诺，唔敢来立法院说明。双方你来我去，和会议的气氛是真紧张。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要打压台独，是甲咱的一寡军人、公务员立委列做要制裁对象。有媒体就引用官员的讲法，呼吁若是去互中国列入制裁对象的，就唔通去柬埔寨、辽国甲白罗斯这寡国家，避免去互当地政府抓起来送去中国。针对这个话题，外交部是强调讲，咱台湾是主权国家，中国无权甲咱管。 5月20号和27号，中国对台湾无明确的界线一直侵扰。中国甲国军自动电军新建大队立委甲民众列做处罚的对象，想要管台湾人。有官员提醒民众，若是互人列做处罚的对象，应该尽量避免去柬埔寨、辽国甲白罗斯亚这国家，才袂互人列去中国。我们作为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中国对台湾并没有任何的管辖权。中国对于我国人 施加所谓的跨国镇压这样子的威胁，政府呢除了与国际社会加强反制合作之外呢，外交部也与各个外管持续的密切关注可能的情况，强化外管的紧急
应变机制。目前台湾甲这3个国家主要贸易往来，白罗斯亚是手工具甲航空器的零件，贸易总值6930万美金；柬埔寨是自动车的零组件甲专用器，贸易总值是6.101亿美金；辽国是以调制饲料甲理送分较济，贸易总值超过6000万美金。目前辽国互人列做3级警示避免前往，柬埔寨是除了保卫下省电5省，互人列做4级的红色警戒，爱赶紧离开。其他地区是避免前往。白罗斯亚同款嘛是红色，爱紧离开。外交部表示，会对各国政治、治安甲法治环境进行风险的评估，适时发布旅游警示，提醒国人爱谨慎评估海外旅游行程。3个国家它的一个特色，简单讲，就是它可能比如像柬埔寨跟辽国，它在经济上是相当依赖中国的那基于经济的利益，它有可能愿意去配合中国那白俄罗斯本身，那当然也跟中国有很多的一个贸易本身的关系但基本上我个人相信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去支持中国这种做法。学者认为中国的做法效果颠倒歹，另外对中国军机军舰的干扰，想要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敢若会加深周边友台国家对中国威胁论更加不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日本自民党的代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带团访问台湾，今仔日是去高雄红毛港安倍晋三的当上来献花致意。因那日本的参议员梁坡宏文嘛带团来，针对这款日本的议员一直咧访问台湾的状况，是引起中国抗议。不过，咱的外交部是搁再强调讲，台湾甲国际交流互动，中国无权讲东讲西。来台访问3日，日本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等多位众议员，早起来高雄红毛港保安堂，向安倍晋三的当上献花鞠躬。秋生田光一讲，像大家所知影，伊是安倍晋三一直伫政治路上共同作战的同伴，遗憾两个人也未符合后辈更较侪指导安倍的不幸身亡，真感谢台湾人到达犹原怀念安倍晋三。3年経った今もこの高尾市でこちらの銅像を皆さんが大切に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こと、本当に日本国民を代表して心から御礼を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高雄市长陈其迈23早起专程陪同，也毋过低调无接受访问。最近有多位日本国会议员连续访问台湾，台湾竞赛日本参议员龙坡宏文带领 TY 会访问团成员来台交流。行政院长杜英台亲自接见的时，也对龙坡推动修法，实现台湾出行者伫日本户籍登记的时，会当实际写台湾，表示感谢。我期待我们形成强强联手，成为一个坚强的产业供应链的生态。在国家战略、在经济合作、在区域合作、在高科技产业跟强化社会韧性上，都能够努力来实现自由开放印太的愿景。さまざまな災害のたびに、台湾は日本のことを思っていただき、また日本も災害のたびに台湾のことを思う、そういうふうに、互いにですね、それぞれの窮状を思い合う。ある意味家族のような関係だと思ってございます。台日深化交流，那最近日本议员真正访问台湾，赖总统李丽也接见秋生田光一等人，所以引起中国外交部抗议，对日本提出严正交涉。而赖总统昨天也已经接见了相关的日本访宾，这样的事实，相信各位媒体朋友也都亲自见证。看到了。外交部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隶属，只有台湾民选政府才会当代表台湾人民伫国际社会甲其他国家互动交流。中国无权讲话甲讲语。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着避免捷运的攻击事件再发生，台北市议会是提出引进 AI 监控人面对装，会当提早因应降低伤害。也那台北捷运是回应讲，未来若是几落达传出火灾警报，都会以危安事件来处理，而且嘛，正咧评估这监视器 AI 辨识，加强危安。车站保全徛伫通路口4家望，12月19随机台人事件发生了后，台北捷运伫各车站增加巡检次数，其中站长逐工增加3届，拢总7届，保全是加一倍，逐工8届。不过台北市议会交通委员会认为，第一时间也是会当用 AI 测到凶器，也是人面的辨识锁定凶险，无定地会当降低伤害。不过 AI 这个，我想在技术上都在发展，我们可以来这个第一个就可以来搜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如果有合适的这个工具，我们也愿意
力来做一个导入，让这个系统更安全。8日提出强化措施报告，代志发生迄天17点39分，监控中心通报一件比对到凶险特色，搁提供监视器画面图像，予一件勤务指挥中心回顾这个事件。有41组探测器跨区动作，未来若发生多区域火灾警报，都会当作危安事件处理。透过车站广播、走马灯、官网，还有 App 推播。标龙场站导入智慧影像辨识跟数位足迹分析，以提升对攻击者的追踪效能。持续跟各铁路及捷运的营运单位共同研商智慧监控设备的发展方向。铁道局讲会谨慎检讨相关法规加运输保护议题，推动相关的应用。目前也无时间表，若是当提早预警，嘛需要人力及时支援。不过，明代这期12月19代志发生当时，台北车站的站长2分钟就到位，接运警察伫9分钟后才到，嫌犯已经逃走。这期勤务的班表有空班，嫌犯可能早就知影，唔再选这个时间。会不会他也去？这个了解到这个勤务的空窗期，他有事先去踩线过了，所以选在那个时候进行犯案。我们无法预判案件会发生在何时、何地或何处，所以我们只能以交错编排勤务的方式，以其在案件发生在任何时地时，能够以尽快的速度赶赴现场。台南事件看得出来人力真严，捷运警察队总警力203个，外勤干那168个，交叉排班，这嘛是造成案发的时阵出现台北车站无警察的状况。捷运警察表示会进一步改进加检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铁的工作人员是不时受到无理性的乘客攻击。今仔日立法院3读通过铁路法修正案，攻击铁路工作人员会当判关3年。若是害人死亡，会当判无期徒刑。今年10月，受这无买票的民众撞入台铁5环站，甚至是把这站务员车落月台，害人骨头锯去。为着处罚也防止这款暴力的行为，立法院今仔日3读修正这铁路法，明定若是用强迫、威胁、恐吓的方式害铁路人员。着伤者是会当判关3年，但是害人重伤会当判到10年，害人死亡上当无期徒刑。来看台中捷运早暗7点外，文化高中到高铁台中站电力各样，加上受这乘客变紧急的开关硬要开车门，造成断电，是一直到暗时10点外才恢复通车。即阵是已经要到年尾啊，活动真多。台中市长罗秀燕强调讲会加强维安。台中捷运的月台乘客叉，但拢总无法度坐车，因为传出电力发生无正常的状况。我不晓得啊，他说一下就说电力异常啊，嘿，对啊，那现在你不能搭，那你要怎么办？那我就先回我工厂休息一会儿，我就过来。有民众来回捷运站几啊摆嘛是无法度坐车，中间嘛紧急调派接送车，伫个捷运站外口提供民众来接送。台中捷运日暗时7点23，因为文化高中站到高铁的台中站之间是发生电力不正常的状况，监控中心随启动应变机制，但是过程中有旅客伤着急，用手去准紧急开关，想要来开车门，结果就去挡到断电保护，造成全线拢受影响。劝导旅客勿擅自操作车门释放把手开启车门，唯仍有旅客尝试开启，因系统自驱安全机制导致轨道区断电，列车受断电影响停滞于站间。中捷表示，讲伫断电了后，随着设定专线的列车爱伫月台驻留，而且断管人员来疏导旅客疏散。这摆事件拢总是影响到29座厝，差不多4800个旅客。中捷公司拢总动员6台接送车，疏运720个人。另外，台中捷运伫3天内就发生200个故障。台中市长罗秀燕除了表示讲爱查明原因，另外嘛强调讲爱升级维安的部署。第二阶段呢，我们除了原来的第一阶段的场站、指标性的商场相关的场馆重要的一级据点，要加强这个维安应变，还加上这些大型的娱乐节庆场合，我们要加紧部署跟维安，比较注意周遭的人事物，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可疑的地方？对，会比较特别注意。不会，我觉得 OK 啦。台中目前没有像台北人潮那么多。
市府表示讲，面对年底的大型活动和演唱会增加，因会加强相关的应变和安全网，嘛会调派一寡民力来进入戒备，全面提高维安和见警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北的随机杀人事件，社会是当惊吓。彰化市211，也就是礼拜暗，数一个姓郭查甫人嫌物件伫咧路边黑白扑，警方接到报案，随去抓人，嫌犯已经去红受押。喂，阿贤啊，物件先扛落来啦！怎么样？物件先扛落来啦！伫人来来去去的超商门口，竟然有一位查甫人举鸡仔，警察来啊，佫唔听口劝，倒啊举咧黑白扑。彰化市民族路伫21日暗时，有一位姓郭的查甫人举鸡仔行伫路的，警察接到报案，遂启动快打部队去抓人。本分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赶赴现场，在民族路与民权路口的便利商店发现该名男子，同仁立即喝令该名男子将刀械抛弃，随即将该名男子带回侦办。经过检调询问，这位姓郭查甫人有损害公物、窃盗的前科，而且生活不稳定，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互检方申请羁押，法院也裁定收押。经讯问后，认涉犯恐吓公众等罪嫌重大，且有逃亡及再犯之余，已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台北顶礼拜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引起社会不安。彰化地检署嘛成立防范恐怖攻击应变小组，要求各机关关注网络社群的发言，加强巡逻大卖场、公园等公共场所。检警强调，任何暴力、威胁、扰乱社会秩序、制造公共惊吓行为，拢会依法严办。记者杨淑清彰化报道。年中，这高雄美浓大树去互偷盗废土的案件，涉案人已经去互检方起诉。不过未来这寡废土角是要安怎处理，到今也无结论。有业者就批评讲，现有的土资场空间有限，这会造成这乌市甲这处理废土的费用起甲悬。这建商的成本增加，也会造成这厝价各方抬悬起哩。176万第二次，大哥是176.5吗？地检署大厅业者是画价画甲真闹热，桥头地检署23是对因靠后的怪手拖车这机构在做拍卖，来源是高雄美浓大树偷盗废土的案件，相信这业者在现场竞标。一台堪用的怪手，你至少都要上百万才可以用嘛但是它是实际上是还堪用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低的价格取得。案件侦查来到上尾，相关涉案人已经互起诉，但是因为案件互讨论的通风气化的问题，所以一直拢无解决，造成真侪工地进度延前。第2日市议会召开通风气化的公听会，工务局早起嘛针对营建工程村的土壤管理自治条例修正草案召开说明会。土市场的容量伤细，阮即摆车袂出去，佮车恶害土车袂出去，所以这就影响阮的成本甲阮工班。土地挖出来了，唔知要囥去倒，因为合法的土资场容量有限，挖市个黑白化价，较早处理费一栋差不多是50块，但即摆已经起哩到1600块，甚至搁较悬，互业者无法度承受，唔有可能甲成本转去厝价顶悬，嘛恐惊互规模建筑整建的意愿降低，影响真大。土资场的管理，事实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高雄市政府自己还要做一个公有土资场，去平衡整体的这个价格跟它所规范的事项，让私有的土资场在公有土资场的示范底下，可以有一个平稳的状态根据了解，高雄市土壤管理办法虽然一读通过，但是二读是互大会裁伫遐。工务局表示讲，针对在囤土的问题已经列入自治条例修订范围。面对呼吁市府爱加听产业的意见，互条例调整较符合产业的需求，而且透过成功的手法，互高雄变作全台的典范。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今日宣布讲，对明年1月15开始，开放65岁以上，也有肺炎高风险族群等，会当免费注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全国大约是有280万人会当注。另外，今年这寒人的流行感冒疫情已经到12月底也无明显压起来。疾管署是认为讲，这甲今年注流感有放射的人数是有史以来上介济，这是有关联的。
一般来讲，冬季是流感疫情的高峰期，不过今年真罕见。92月底疫情也未明显压起来。疾管署拜二公布，顶礼拜流感门诊急诊人数拢总有8.3万人次，和前一礼拜差不多，疫情悠悬伫咧低点。主要原因和今年民众注疫苗人数综合新冠有关系。因为今年流感疫苗打得比去年好很多，然后我们现在也接种了600多万剂。徛在预防医学的角度，疫苗会当有效控制疫情，所以疾管署明年也推出疫苗新政策，对明年1月15开始，包括65岁以上的时代、55岁至64岁原住民、19岁至64岁肺炎高风险对象，会当做公费的新型肺炎链球菌疫苗，因过注2筒，即马注1筒就会使，民众会当先试清估。我们已经有接种好几年的这个成人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因为目前有新一代的肺链疫苗在市面上，包括20价以及未来会有21价，保护力都更好，涵盖也更广泛而且打1剂就可以完整保护，不像过去需要打到2剂。疾管署预估全台湾大约有280万人人次符合资格。疾管署也强调，1筒会当有真好的保护效果，佫会当降低重症的风险。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过2天就是耶诞节啊，天气也袂反冷啊。这寒人的第2波大陆冷气团拜4到底会一直寒到拜6，各地头可能是春无12度，而且因为这水气嘛真高，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落雪。拜2北部是出日的好天，受到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温度有慢慢回升。中南部高温甚至有27度至28度。不过气象署提醒，拜3开始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加上拜4、拜5有搁较强的冷空气落南，气象署预估强度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到时各地低温可能伫咧12度以下。随着冷空气大陆冷气团南下，全岛因为各地的朋友都会有感。各地的温度，星期4各地的温度会比明天下降2到3度，星期5更下降2到3度，逐日的下降。虽然耶诞节冷冷就有过节的气氛，不过这届冷空气是有带水汽的，天气是各时各冷。气象署指出，对拜3到拜6这段期间，北部、东北部和恒春半岛有的所在会落准雨，尤其是桃园以北地区、宜兰地区雨会较粗。明天晚上到星期5这段时间的降雨，在桃园以北地区和宜兰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势，连中南部的一些平地也可能会有短暂降雨。气象署也表示，拜3到拜6天气较寒，预估爱到礼拜才会慢慢回温。另外，拜4到拜6期间，3000公尺左右的关山，亲像合欢山、雪山、南湖大山等等，若是水汽条件配合，有可能会落雪。提醒要去山区的民众，爱特别注意安全。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是美国甲加拿大监控空中威胁的联合机构。不过70年前是有一通紧仔的电话，和这个军事机构以外有一项趣味的任务，追踪野弹老人。因去年就接到我40万通电话，卡去问因讲，这野弹老人人是到底啊？今年的专线电话甚至是有9种语言的服务。伫亚弹部红配列的装饰品，桌顶空盘亚弹布置，美国彼得森太空军基地军官。正在处理今年最后一个重要任务，追踪野弹老人行踪。Many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call us on December 24th. Last year we took almost 400,000 phone calls. This year we think we will take more. 南北美防空司令部是美国甲加拿大联合成立的机构，为冷战以后一直负责监控北美地区的领空，防范来自空中的各种威胁。不过，伫70年前，这个军事机构因为一通意外电话开始有新的任务。So 70 years ago, a young child accidentally dialed the predecessor of NORAD, which is the Continental Air Defense Command, and the colonel who answered the phone heard a child asking him, "Where's Santa Claus?" He looked up where Santa was and reported it to the child, and then our tradition was born. 这个美丽错误是出自伫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希尔斯巴会，伫报纸看广告鼓励囡仔敲专线电话，予野弹老人。不过广告的电话号码却印唔到，予诺尔接到这通电话。过去70年来，诺尔继续用雷达卫星甲喷射机等设备协助民众追踪野弹老人。今年甚至也有伫网站公布专线，提供包括中文、英文甲日文等9种语言服务，予北美地区以外人方便利用服务。有
计今年为当地耶诞暝透早4点到25分钟为止 ，Noel 会变成做耶诞老人情报中心，会有超过1000名职工协助接听专线电话。因为耶诞节无用的，也有纽约市的和平教堂，当年这座教堂拢会伫耶诞季节演奏歌曲。74座大钟琴各自代表一个音符，其中超过一半的钟琴，今年年纪拢已经满100岁啊。 53 of our bells are celebrating their 100th birthday this year as we're celebrating Christmas. They're actually older than the church itself, which opened its doors in 1930. 这挂历史悠久的青铜钟琴是由英国业者伫1925年制作的，规套系统重100瓦吨，上大的钟就重20吨，这互这套钟琴成做全球上大的乐器。公司新闻电视董编译。台南市政府地为所为员工服务机器人小白，上紧是明年1月底就开始上班。日时伊是会甲民众斗带路，暗时会负责巡大楼，做回来看。 台南市长黄伟泰激情甲这个新同事编号1号机器人小白小借问，最后由小白带路，家己骑电梯陪市长上楼。这个驻点伫永华市电中心大厅的所有员工，过去拢伫暗时咧测试，这回头开伫历史公开互大家看，随声真侪来市府办公的民众围观翕相。目前这个机器人当咧互伊pan看卖，若正式上任时，你是会甲民众带路去办公的地点，若暗时伊负责巡大楼。小白，醒醒啊！ 我知道夜间有时候还要人力，但是市政府这个永华市政中心的场域非常大，夜间的人力坦白讲，在这么大的场域，如果能够借助机器人来帮忙做巡检的工作。经过了解，这台内部的运作系统、工业电脑等关键零件，全都由台湾厂商生产，内底有 NVIDIA 晶片，安尼就无用到中国的产品，资讯安全更加有保障。目前小白敢若会晓讲华语甲英语这语言，有民众会用咱的母语甲伊讲话，伊煞雄无法度反应。研发团队讲，第2阶段就会甲台语加入来，未来互伊的对话能力更加厉害。台语讲国语拢会使，伊无要会，伊无要插完的。爱搁有时间啦吼，敢是？是啊，当然嘛爱有时间吼，互伊去适应咱这讲华语、讲台语的人。他的程度可能 maybe 现在是国中，那之后会进阶到高中，那未来到大学。 那因为我们里面这个刚刚讲的，我们 NVIDIA 这 solution 是有升级的概念，可以让它更加像个人一样去学习更多的东西。目前机器人正在安装定式，建立资料库，兼互伊对市府4个位啊地理环境更加熟络。透过实际场合测试回收数据，正做改善的依据。按算上近明年1月底，就使服务市民。后摆是毋是也有第2号、第3号的所有员工？市府强调，就要看大家对小白的反应，甲市府经费有够无。希望这个智慧性的服务有真好的发展，来增加大家便利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家己保地4间国校啊，甲1间国中成立一个联合的青少年交响乐团，互音乐教育会当进入偏乡，而且也安排一寡囡仔来台北表演。伫老师的指挥之下，来逐步共学校的囡仔做好练习，要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表演的歌曲。因是今年拄成立的布袋青少年交响乐团，也是台湾口语文教协会10年以来提升偏乡教育环境的实际成果。我们透过跨校合作的一个把我们的资源平均分配，不是说着重在某一间学校，不是说我今天在布兴国小，我就只照顾布兴国小的孩子。我希望是这个地区整个地区的孩子，整个教育环境都可以提升。对我们来说，我们平常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刚好有这个乐团，所以我们可以更省时间，然后又有这么棒的环境，还有这些师资，我觉得是对我们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福利。这个乐团将近40位成员是来自4间国小、1间国中的学生囡仔，因为每一个学校的资源有限，所以练习的场地就是伫无上课的教室，乐器就是用借的，或者是别人替换存落来的。老师嘛是协会为外地专工请的，虽然资源无够，不过囡仔也是真欢喜，会当互家己有学习音乐的机会。可以看到更多的乐器，然后可以去听它不同的声音。因为有同学的陪伴，而且我也觉得这个乐器蛮好玩的，而且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上台，我就想说我也要加入进去。对，因为像我们的琴的部分也是协会赞助，对，不是他们自己的琴，所以之前我们状况是没有办法把琴带回家练习，
所以可能就是每个礼拜都会重复的一样的东西。协会指出，集团成立了后，包括老师、器材等等的资源，一年就需要买250万的费用。目前主要拢是靠学生家长甲在地企业的支持，希望透过集团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表演，让社会关注偏乡的囡仔安怎伫资源无够的条件之下，同款会当展现因对学习的热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社会人愈来愈多，长照是重要的议题。长照3.0预计是明年就落，会扩大社区照顾计划，长照机构的服务对象嘛扩大。不过，是有学者表示讲，这病人当时会当对病院转去处理，这个阶段的评估的人力是真欠人，呼吁政府就要增加奖励，补充卡手。因应长照的需求增加，政府按算推动长照3.0。卫福部表示，政府会参考日本的做法，和基层的诊所合作，试办复健病房，也希望伫明年患者出院了后，休息的时间会当对4天缩短至2天。另外，也伫明年扩大长照的服务对象。115年起扩大长照服务对象，新增评估期间符合健保的 PAC 的收案的对象，包含不分龄的脑中风等6类收案的对象，只要是评估长照需要等级为2级以上，可于返家后衔接使用这个长照的给支付服务。长照推动委员会拜二开专家会议，针对缩短休假的时间，民团和学者拢支持，也讲这对长照患者和家属来讲是好代志。但是目前休假病院和登记处理这个环节的评估人力真欠人，呼吁政府要提关奖励金补充人力。就我所知，医院的这个储备小组的功能一直没有办法扩充，主要就是因为团队跟人力的限制。所以除了这个奖励金这个机制，我们今天他如果可以当日提供或2日内提供，我们提供奖励金这个机制之外，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措施可以去鼓励医院去扩充它的储备小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的一个比较关键的点。长照3.0希望扩大社区照顾计划，整合居家、社区和机构这系统，分3阶段来落实健康老化、在地安老、尊严好买环境。会议上，各界也希望政府会当透过强化服务计划，落实健康台湾的目标。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17度到24度。中部地区16度到27度，南部地区17度到28度，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外岛地区14度到2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